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一个书道，叫做腓力。咱今日要做伙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关系灵性消退、灵性消沉的题目。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这个时刻要来听你的话，恳求主你安静阮的心。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属天的慧力，互阮伫实践你的话的过程中间无任何阻挡。透过安尼，阮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别人要因为阮来领受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在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有时阵嘛会去拄到生命中间暗淡消沉的时刻，因为咱人生总是起起伏伏，有时阵咱会真顺利、真成功，但是有时阵咱嘛会坠落伫迄个意志消沉的时刻。拄到这个时刻，咱应该爱学习安怎脱离这个时刻，特别是我知影最近真侪人因为疫情的缘故，拄到生命的困境。即马全球拢伫疫情的影响下面，经济真无景气，咱人袂当有正常的生活，佮加上有战争，造成真侪无平安，真侪惊吓。有人因为安尼也心中感觉真消沉，也可能有一寡人伫家庭顶面、感情顶面面临一寡问题，有一寡人失去亲人、失去朋友，也可能有一寡人面临病痛的折磨，可能也有一寡人伫工作顶面出了一寡危机，甚至嘛有一寡人伫教会中间的服侍。经过一段时间了后，总是感觉真野神，工作的能力减少，工作的效率降低，甚至对上帝失去信心。过去咱咧讲，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喜乐。但是当一个人面对着迄个意志消沉的时刻，加上做代志拢真袂顺利的时阵，加上这件代志，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喜乐，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面临着这款的情形，咱要度过这个难关，是咱今日要面对的功课。咱今日要透过圣经人物腓力，伊甲耶稣的一段对话，来学习安怎脱离灵性的消沉的时刻。咱首先先来看腓力这个人。腓力这个人一出现的时阵吼，伊应该是第一批军队耶稣的门徒。咱看记着圣经约翰福音书第1章，伊就出现。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决定去加利利，伊就找着腓力，对伊讲来跟对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所以伊是加利利遐的人。当腓力听见耶稣呼召伊，伊就跟对伊。毋干那安尼，伊马上就找着拿但业，咱过去讲过，就是巴多罗买，就对伊讲。摩西伫律法册顶面所写，甲先知所记载迄一位，阮已经找到啊！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而且伊对耶稣真有信心哦，因为拿但业对伊讲：“哦，拿撒勒会出啥物好？”伊马上讲：“你来看吧。”所以伊对耶稣是真有信心，这是一开始。接续第二遍出现的时阵，是五帝命两尾鱼的新掠。伊伫即个新掠中间，伊嘛是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因为伫众人拄着要食饭食饱这件代志的时阵，耶稣就马上问腓力讲：“咱要对倒落去买饼，互这人食？”为什么耶稣会问腓力？因为迄个代志是迄个所在是发生伫这伯赛大附近，就是腓力是当地人，所以对遐路草较熟。所以耶稣问腓力是真正常的代志，但是腓力安尼回答讲：用200个银仔去来买饼，也无够也，互因逐人食着淡薄。
意思说，伊是一个真够算的人，伊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伊心内嘛袂想讲耶稣会惊神了，这是非力所以咱看到伊一开始真有信心，到尾啊改成无啥信心。第三遍出现的时阵是伊带领希腊人，有一群希腊人，因想要见耶稣，所以因就找腓力，要求伊来介绍。所以腓力就去甲安德烈讲，两个人做伙去甲耶稣讲，耶稣去接待这个希腊人。所以伊嘛是一个真够带人来接近耶稣的人。咱今日所读的是伊最后一遍出现，这边却是一个真无好的情形，因为咱来看这一遍出现，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暗。其实，就是耶稣要结束伊对门徒训练课程的最后一堂课。耶稣这个时阵已经决断要行往各各他去钉十字架，伊知影伊要离开伊的门徒。所以，就将上界重要的代志，甲门徒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借着我，无人会当到天父遐。恁既然认捌我，也会认捌我的爸。对他，恁认捌伊，而且也看见伊。”耶稣讲了遮尔清楚啊，但是腓力迄个时阵毋知是咧拄久啊，是咧想啥物。耶稣讲了遮尔清楚，伊去问耶稣一个问题，讲：“主啊，请将天父显示互阮，阮就满足。”咱会当想象耶稣迄个阵的无奈甲愤怒，已经驾驶即阵门徒3年的时间，伫即个介要紧的时刻，竟然连一点仔上界基础对耶稣的认捌也无清楚。但是耶稣犹原真有耐性。来对因讲，腓力，我甲恁斗阵遮尔久啊，你敢讲无认捌我吗？啥物人看见我，就是看见天父。为什么你去讲将天父显示互阮呢？我伫天父的生命内底，爸伫我的生命内底，你敢无信吗？所以伊对伊讲啊清楚耶稣这个时阵虽然是真无奈，但是伊有缘互伊机会。互腓力会当更加认捌伊。亲爱兄弟姊妹，腓力的牛戆伫某一个程度嘛，甲咱差不多啦。咱毋通讲遮尔戆其实咱有时嘛差不多。咱有时对耶稣真久的时间，伫属灵顶面无一定一直伫咧进步，有时阵会倒退呢。特别咱拄着一寡情形。咱的属灵的冷淡，属灵的倒退所以咱要通过这段经文耶稣甲腓力的对话中间来找出安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首先牧师要甲大家来做伙来看，就是腓力为什么跟对耶稣3冬啊？为什么伫这个要紧的时刻，伊的灵性会遐尼退步？有可能有2个原因。这甲咱有关系第一个原因就是伊惊吓。咱若看这段经文进前的经文，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了，耶稣就讲一句话，讲因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伊。这件代志伫门徒中间引起真大影响，大家拢真惊吓，到底是啥物人要出卖耶稣？可能因为安尼腓力嘛真惊。惊耶稣就要向卖去啊，耶稣要向掠去啊，耶稣要离开因啊。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惊吓的时阵伊就袂记得爱倚靠上帝。人失去倚靠了，就陷入灵性的冷淡了。所以惊吓是一个真可怕的代志。有人讲惊吓是咱生命中间上界大的伤害之一，伊会上界会伤害咱人情绪的代志。伊甚至会毁灭一个人。咱一旦陷入迄个惊吓中间，就袂记得有上帝通好倚靠。咱的眼目就转往人、转往环境、转往家己，迄个惊吓就愈来愈扩大。
上界可怕的惊吓是无所不在啊！咱任何时刻拢会陷入迄个惊吓，惊吓的结果就是陷入人生的消沉。所以咱台湾讲吼，咱面对一个挑战的时阵讲啊哪，惊袂着顶，对无？你面对一个挑战、一个比赛的时阵，你着惊着输一半呀。所以惊吓互咱能力消失啊！咱的信仰嘛有时会面临即款的困境。魔鬼撒旦常常利用人的惊吓，互咱离开上帝，互咱无信心。这是毁掉灵性消退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啥物？毁掉伊内心开始产生怀疑，因为伫即个关键的时刻吼，毁掉的内心开始怀疑伊军队的人耶稣基督。咱看见着拄则所读的，伊第一遍见到耶稣的时阵，伊对耶稣真有信心嘛，甚至伊就马上去将耶稣介绍互伊的朋友巴多罗买、拿但业。伊安尼讲，伊讲摩西伫律法册顶面所写的，甲先知所记载迄一位，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伊对耶稣充满信心，甚至当他但业怀疑的时阵，伊佫讲：“你来看吧，来看你就知。”但是即个时刻吼，伊发觉讲：“耶稣要去顶十字架，耶稣要为着众人牺牲。”伊无明白即个道理啦，吼！因为咱看见着即段经文中间的第1节到第4节，耶稣讲：“恁心内毋通烦恼，爱信上帝，也爱信我。伫我爸的厝有真侪大的所在，我去是为着恁准备所在。”伊无明白即件代志，伊若说讲耶稣要去受死，伊无明白一个真正的弥赛亚是要通过受死，才能拯救全人类。伊心中认为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是要将来要登国王的宝座，要做王的。这甲伊想象的无共款，所以伊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啊。耶稣毋是要去坐迄个王的宝座，耶稣是要行往各各他去顶十字架，所以伊开始怀疑，怀疑就带来灵性的冷淡。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软弱的时阵，心中出现怀疑的时阵，魔鬼就趁这个空隙来攻击咱。这款消极的观念一旦出现，咱接下来就是咱意志消沉、心灰意冷，然后就是埋怨上帝、离开上帝，陷入更较深的生命的消沉。我常常有听见一寡兄弟姊妹对牧师讲：“牧师啊，我原本是对上帝真有信心嘛，我用信心宣告，但是我用信心的宣告，但是无一定让照阮所宣告的实现。有时阵反倒当是完全倒变，真正毋知影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安怎。即款的怀疑吼，造成安那，咱就无信任上帝，怀疑上帝，离开上帝。安尼恶性循环了，就哪来哪消沉。虽然看见着这两项真要紧的因素，第一项就是惊吓，第二项就是怀疑。伊产生上界大的原因，就是这两项代志会带咱离开上帝，互咱惊吓。咱因为惊吓，因为怀疑、埋怨，互咱离开上帝。一旦离开上帝，所带来就是咱意志完全消沉，完全失去信心。所以咱若拄到即款的情形的时阵，咱一定要警觉啊！咱接下来看耶稣安怎帮助腓力脱离即个灵性的冷淡。耶稣互伊3个药方，咱即3个药方，咱来记牢伫咱心肝中间。第一项，耶稣对伊讲：“耶稣讲，你若信我，我伫天父的生命内底，天父也伫我的生命内底。若无信即个话，也因为我的工作来信我。”耶稣鼓励即个灵性冷淡的腓力爱安怎？爱坚持相信，持续相信。生命中间因为惊吓、因为怀疑所产生的灵性消退，上界好的药方就是
继续相信，而且更加相信，相信上帝掌权，相信上帝有美好的安排，相信上帝有伊的时间，用咱的信心来克服惊吓。具体的方法要安怎做？这段经文讲得真清楚。第一项就是爱相信上帝的话嘛。上帝的话唔单单是财物，上帝的话是气力，是生命。有上帝的话，咱才会当真实去明白上帝信靠伊嘛。咱当明白一个千分人的时阵，你无可能将生命拢交互伊，你无可能信任伊嘛。但是当你甲这个人交陪了，你知影讲这个人是值得咱信任的。咱听伊讲的话，咱看伊所做的代志，咱知影讲这个人会值得咱信用，咱才会相信伊。咱对上帝嘛是相共，咱拢无认捌上帝，拢无要听伊的话，咱当然唔知影上帝是会当信靠的人，信靠的上帝。所以咱爱将咱的目睭注心看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咱对上帝信心的根基。圣经安尼讲，信是对听来，听是对基督的话来。所以这提醒咱爱用正确而且敬虔的态度来研读上帝的话，而且坚信伊。耶稣讲，如果你若无信这个话，也因为我的工作来信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咱经历上帝的工作，见证伊的能力，也会因为安尼来相信。咱看见着使徒因跟对耶稣三冬的中间，耶稣安怎透过伊的能力医病赶鬼，耶稣安怎见证伊是一个怜悯疼痛的上帝。耶稣见证伊的能力超过这世上一切邪恶的权势。所以咱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咱就会当深信。所以耶稣免得费力，你要相信耶稣的话，而且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工，因为安尼来坚持相信。如果咱会当持续相信了，接下爱做的是啥？就是爱完全顺服。圣经耶稣继续安尼讲，讲你若听我，就爱遵守我的命令。耶稣爱咱伫任何情况下面，拢遵守伊的命令，拢顺服伊的话。有时阵顺服是真奇妙的体验嘛，顺服就是讲，有时阵咱无明白为什么上帝安尼，但是咱犹原愿意相信，而且照上帝引带安尼行。当然要持续相信，要完全顺服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耶稣应允咱一个真重要的帮助者。咱看第三项就是我可相信。耶稣讲我要祈求天父上帝，伊就赏赐恁另外一个为助者，为助者就是帮助者啦。永远甲恁伫咧，伊就是真理的神，就是圣神。世间人无认捌伊，所以无接受伊。但是恁认捌伊，因为伊伫恁的生命中间，常常甲恁伫咧。就是咱个别，咱信耶稣基督，咱接受洗礼了，圣神就内住伫咱的心中，成做咱的帮助。咱爱听圣神的话，注意互伊会对咱的提醒。所以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这是帮助咱脱离灵性消沉的永远。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咱无明白的代志，但总是，如果咱也相信咱的上帝是一个美好的上帝，完全顺服伊的话，而且我靠伊的神来引带，我相信咱将来一定会得到一个超过咱意外的真实的平安。伫我过去服侍过程中间，我有一个经验。有一遍有一对夫妇伫一个教会姊妹介绍下面来到教会。这对夫妇，这个太太已经怀孕，原本对因是用真快乐的心，要迎接新生儿的降临。因连这个囡仔的名拢好好，连要这囡仔的衫拢准备好，要听候这囡仔降生，
这欢喜的代志伫因心中，原本就是充满喜乐。结果囡仔伫要出世进前，才发现讲这囡仔身体顶面有真大的问题。医生过去咧检查的时阵，无去注意到，因换一个医生了，这医生来讲，恐惊这囡仔一出世就会死亡。面对即款的打击吼，即款的问题，因真正毋知要安怎做。教会的姊妹就是因的朋友，就将伊带来教会，请大家为着因来祈祷。我们就为着即件代志，大家迫切祈祷，期待上帝伫因的身上会当动工，有真正的心力会当出现。伫生产迄一天，我陪因做伙夫妻做伙去病院生产。我一直为这囡仔祈祷。我伫祈祷中间，我嘛足期待讲会当出现新力，会当出现奇迹。我嘛讲这囡仔出世落来，就是健健康康。但是囡仔一出世，个人照医生的判断，出世了，马上就死亡。迄个时阵，我的心非常非常失望。特别咱知影迄个环境，拄伫一个妇产科病院的内底。这所在原本就是真侪父母咧养子新生命来临的所在。虽然有囡仔咧啼哭，但是迄是欢喜的啼哭。父母拢因为安尼来欢喜，因周围嘛有其他的产妇咧生产，大家拢是欢欢喜喜咧接这个新生儿出世。但是这对夫妇却是充满了悲伤。这囡仔出世的日子变做伊个别的日子。我陪这对夫妇做伙流目屎来送别这个囡仔，我看迄个护士将迄个囡仔抱出来，我心内实在是无明白，讲上帝为什么才安尼安排。我心中嘛充满了真侪怀疑。我对上帝讲：上帝，你若互这个囡仔健健康康，这对夫妇会更较亲信你啊。但是为什么你无要安尼做？就是这个悲伤甲怀疑的时刻，我咧听因祈祷的时阵，我发觉一直有声音咧提醒我：爱相信，爱顺服。上帝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检查是失望，我也是为着这个家庭来祝福，求上帝带领。当时我嘛慢慢确信，我相信上帝要借着这个事件，互这对夫妇全家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这事件过了后，咱知影悲伤的过程也是会持续，但是教会兄弟姊妹的关怀也是持续，上帝圣神的工也是持续。伫阮咧关心这个对夫妇的过程中间，阮带因来到教会，甲因分享上帝的听。伫过程中间，我发现这对夫妇对上帝的认识更较深，对上帝的挖靠也更较深。教会生活帮助因看起生命真实的意义，也明白永远我的愿望。因虽然悲伤送走这个囡仔，但是因也感觉这个囡仔是有福气的。伊无遭受着人生的痛苦，就回转去到主爱天父的怀抱中间。就伫安尼，因慢慢受到安慰、恢复的过程中间，几当了后，因阁迎接另外一个新生儿来临。上帝真正安慰伊，伊用原本要号迄个囡仔的名来号这个妹妹的名。伊毋是简单得到一个新生儿，上帝赏赐因生命上界大的祝福，就是因认捌这个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迄个过程中间，我真正头起毋知影上帝的心意，互我会产生怀疑。但是，伫这三个原则，就是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的帮助下面，我脱离迄个灵性的消沉。亲爱的姊妹，咱人生中间会拄到真侪困境，伫这困境中间，无主要鼓励恁，爱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
相信上帝要透过咱生命中间所有的境遇，提升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更加丰富。特别互咱体验到咱信靠的真正是一个各真各活的上帝。亲像腓力同款，腓力捌失败过，耶稣基督捌责备伊，但是伊无因为安尼失去信心，反倒伫主耶稣基督各活了，伊勇敢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伊去过希腊、叙利亚、佛吕家、甲亚细亚一带工作，带领真侪人来信主。咱人看到伊的图，也是讲伊的雕像，伊拢会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伊骹拢踏一只真大只的蛇，因为根据教会传说，伊到伫即个土耳其的一个古城叫做希拉波里，是这个所在。伊看去百姓吼。真迷信偶像，咧跪拜即个真大只的蛇，所以伊就设法将即个蛇来杀死。也因为安尼吼，互当地的官长真生气，啊将伊逮捕入监，最后将伊钉十字架，互伊为主宣告。虽然是牺牲，但是伊的生命，因为安尼真侪人因为伊的生命来信主。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腓力虽然捌冷淡，虽然捌消退，但是上耶稣基督激励伊，互伊对这个中间来成长。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伫阮人生的过程，咧跟对你的过程中间，阮检查有失志。失望的时刻，但是主你的恩典够也万用。阮恳求主你，甲所有拄着困境、面对难关，而且兄弟姊妹三甲之地，用你的圣神充满阮，阮会当持续相信，完全顺服。我靠圣神的开力，互阮搁一遍享受你的祝福。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